天气的消息来关心的是，在中南部呢，雨落也袂停，也毋过气象署煞提醒讲，明仔载也就是拜六开始呢，这西南风会搁再变强，这落雨范围会搁再扩大。苗栗以南拢要注意这阵雨也是大水雨的情形。预计这个雨呢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，这天气才会豆豆啊变稳定。受西南风的影响，这几天中南部地区雨是落袂停。气象署拜五继续针对嘉义、台南、高雄和屏东4个南部县市，还有台东县发布大水雨特报。气象署指出，拜五中部地区会落阵雨，湘北地区和山区有可能下大雨。今天虽然西南风稍微的减弱了，但是中南部还是断续下雨，尤其呢在午后的雷阵雨的部分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。在北部地区以花山区这一带的话，中午过后都要多加留意天气上的变化。气象署提醒，拜六开始西南风会变强，落雨的范围会开始扩大，苗栗以南会落阵雨，也是下大水雨。气象署提醒，这个雨势预估会一直落到后礼拜一。随着太平洋高压的势力逐渐的牺牲，那整个低压带再度的比较往西北这边移动，所以说台湾附近呢会逐渐的变成以太平洋高压影响的天气形态为主，比较偏向是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。不过5号这一天的话，大致上面在西半部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。另外，气象署也表示，今年第13号的热带性低气压伫拜五早起形成，未来24点钟内有机会增强做今年第10号风台北陆，按算会行向日本东南海去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也毋过引发的西南气流增强，所以拜六中南部的雨势变大，当地乡亲爱特别注意。记者魏宗林、贾桂林台北报道。